因为美国上新的非农业新增加的就业人数数字无理想，造成顶礼拜五美国股市大落，嘛影响到台湾股市今仔早起盘中嘛大落超过500点，但这点是破900块。有经济学者是分析讲，外界对下半年美国经济佮有人工智慧的产业有疑虑，台湾股嘛恐惊会受到影响。台股初九开盘重盘，大达300点到21177点，盘中落个幅度扩大超过500点。台积电股价开盘跳空到892块，期待求追6742亿。分析师指出，受美国公布上新非农业就业人数不如预期的影响，美国初六重盘受压，市场信心无够，牵连台股的表现。上周五呢，美股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之下，外资它会被动调节在海外的一个投资部位啊，那这其中呢，当然就包含台股。那调节的对象一定是全值型的股票。分析师认为，市场观望气氛真高，有股第二之内，大盘指数拢会来回修正，爱观察是不是守住21000点。经济学者是分析，美国上新就业数据显示。下半年经济落差，因有了家庭支出缩减，会影响消费，对咱的出口表现也是一大利空。最糟糕的情况未必已经出现了哈，就是因为下半年美国经济如果不好的话，那在消费端对各种 AI 产品的这个需求有可能会下降，那这个会进一步影响到这些相关企业他们的营收跟获利啦。学者认为 ，AI 最破坏稳休，美国消费市场无力，也是未来台股两大变数甲稳休。在去联准会降利息的幅度，也会牵动股市的表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